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两环小三通春节探亲专案1月7日实施，只要户口是伫咧金门、马祖的民众，甲中国配偶等等，拢会当专案来申请。实施的头一天有37个旅客为厦门搭船登去金门，不过其中有7个人是验出阳性，阳性率是18.9%。等了3年的金厦小三通，总算伫咧初7首航。早起第一台金门到厦门，只个那25位官员加立委上船；下到厦门转来金门的除了官员加立委，也只个那37位旅客。首发团的第一天来回总共62个人坐。高兴，好想回家哦。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的？从厦门过来。有一对翁仔某因为疫情3年无见面啊，一见面就拿美金。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哦。我去年才过去。3年了。受疫情影响，两环小三通停航3年，行政院顶个月决定，伫春节前后2礼拜，也就是1月初7到2月初6，实施金马地区春节交通的专案，对象限制金马的民众加中国配偶，就要专案申请。金门一天上侪1个航班。这个专案如果执行得很顺遂的话，我们呢一定会做未来的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到时候呢，我想一定会符合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期待。因为第一波复航并无对个人全面开放，伫中国的台商无法度经由小三通中转转来台湾，引起台商的反弹。陆委会强调，中国疫情清源，考虑到金马地区的医疗量能有限，只以金马乡亲优先。因那初7自金门入境的37位旅客，有7位检验结果是阳性，阳性率是18.9%。金门的医疗量呢，我们一定要兼顾县民的健康，所以这次小三通的开放，我们是采滚动式的。陆委会希望双方建立互信，替未来的交流开放做基础的准备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因那马祖小三通因为相关业务也未准备好，就要到1月10日才会首航。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本土疫情的消息。本土疫情昨昏是增加24,132例，死亡有61例。为中国来的旅客，上新的确诊率是22%，显示中国疫情是有影真正力。有一个为中国回国的台商，那亲像是去画着无随去医生看，尾后伊的电光片照出来，伊的肺部是规个白的白，食药啊嘛无效，目前是插管当地急救。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初7拜六新增加24,132例本土病例，中当仅有186例，死亡61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1月15中国入境旅客采检的结果，阳性比率是22.3%，有慢慢清悬的情形，显示中国疫情真严重。有医师表示，进前收治一个中国返来台湾的60多岁台商，伊把家己的快速检查是阳性，验过无叫医生看，拖到1月15才就医住院，加工就插管病情危急。即阵也伫咧加护病房伫咧抢救。住院的第2天呢，其实就马上已经进入了这个呼吸衰竭的情形啦。他当时就是越来越喘，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我们看到的这张 X 光，就是这个大白肺的这个情形，我们所谓的严重的肺炎。医师建议指挥中心应该检验台商患者病毒株研检判是毋是伫中国互挖到。历史上，中国境外头一批病毒定数的结果进前公布，以 BA.5.2 加 BF.7 变异株上多。有专家指出 ，BF.7 全名是 BA.5.1.2.7，有按照 Omicron BA.5 的分支。建议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次世代疫苗。但是如果你的上次的感染是在7、8月以前的，也就是说 BA.2 的这一波，或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感染过的那可能还是要把2价疫苗尽量把它给打起来那这样子我们那对付这些病毒序列那可能免疫力才会比较够一些专家提醒，过年进前，为少亲戚朋友对海外返来台湾，恐惊增加互相烧的风险。注完疫苗到3型抗体至少爱2礼拜，所以讲过年进前注射疫苗是上好的时机。而总计即阵民众疫苗注射率，头一剂是94%，第二剂是88.9%，对家剂是75.9%，第二摆对家剂是20.3%，其中65岁以上老人就44.5%。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议长的贿选案，检方上新成案名单，包括去往区提告案的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
无党籍议员黄丽昭，还有走票的前副议长李文俊。林书记昨昏暗时去互检方以有逃亡甲串证的记录申请羁押。台南地方法院昨昏10点外裁定核准。随即案，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书记坐起哩警备车，自台南地检署送到台南看守所。和检调专案小组列做重要涉案人的林书记，经过透明的新闻了，检方以有逃亡加高产强犯或者是证人之余申请羁押禁见。台南地方法院裁准。另外，无党籍台南市议员黄丽昭，还有走票的前副议长李文俊也被声押。市议员2名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于1月7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1月初3第一步调查时阵，黄丽昭甲李文俊分别10万甲25万交保，检方搁再提充分的证据，认为2个人嫌疑重大，当庭逮捕。另外，林书记涉嫌恐吓议员彭一方。检方追查李文俊的朋友黄义平也涉案，验过3遍传讯，讲法拢无同。黄姓被告之供述前后不一，又避重就轻，与同案共犯的供述均有歧义，而黄姓被告与其他共犯利害关系一致，实有相互配合为不实陈述的动机和可能。法官采信检方提出来证据，裁定黄义平羁押禁见。包括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加林书记，台南市议员贿选案已经收押3个人。虽然郭在钦委托律师提控告，但过后台南高分院驳回，因为被怀疑是中人的无党团结联盟前民务顾问团长杨志强，前几天无报请回，检方控告成功，发回第2经裁。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个网络红人小玉，用公众人物的面用灯体做色情的影片。为了防止相关的犯罪行为，立法院3读通过刑法修正案。像这种用 AI 画面做色情影片的案件，若无经过同意就放送影片，上当会当判5年；也若是摕去卖，上当会当判7年。2001年，网红小玉从亚出以深度规作技术制作名人的画面本雅影片模拟，引起不实性影像还有性私密影像风散布的讨论声音。立法院会初次3读通过刑法修正案，伫性暴力防治层面增订妨害性文书加不实性影像罪的相关规范。换脸的受害人来说，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就是一个最棒的新年礼物。类似数位性暴力的性犯罪都可以有进一步的措施，包括说下架的机制。迄当时的受害者是以高雄市议员黄捷表态肯定，更较期待未来会当有更较有利的手法，像画面这种不实性的影像增订条文，想要散布播送会当损害他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想要盈利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无经过他人同意，翕性影像会当处3年以下。那散布也是想要盈利，也会加重罚。另外，以强暴恐吓等方式翕性影像，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想要盈利散布，同款加重罚。在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要求加害人交出、删除手上的性影像，或将自己上传的性影像下架。实务上真正保障被害人，我相信对执法机关都是很大的考验。对于性影像的定义，仍然是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极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的2度伤害。要求制定性勒索、恐吓案件的被害人，要如何能够向检察官申请保全证据的处理原则？性私密影像犯罪条文纳为就是告诉乃论之罪，不实影像罪是非告诉乃论之罪。所谓的性影像，它没有包含所谓的性影音，这样子未来 Deep Voice 能不能处罚得到，其实我们也是有待观察。所谓努力联盟认为，修法通过了后，未来相关案件会安怎审判，甲执法层面会当安怎有效防治，拢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前中常委萧景田涉嫌替台北市议员林平仪甲几啊个里长乌西，主任地方法院昨昏开羁押庭，萧景田快胎发现确诊，法官审后裁定交保，保金加价2500万。主任地检署遂提出控告。咱来看《中国时报》。健保部分负担要起价的代志，按算明仔公告，申请了后实施。民众去医疗院所做检查，以后拢爱收10%至20%不等部分负担的费用。嘛，像病连锁药单，伫头一届领药仔的时阵，爱收部分负担。
药品甲急诊部分负担有所调整，按说影响1100万人，健保会增加120亿。咱来看联合报。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之2，也佮有第72条修正案。未来半导体、5G 甲电动车等等的技术创新，而且是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的公司，研发费用的25%，也佮有买先进制程的机器等等支出的5%，拢会当拄迄年的营业所得税。实施的期间是到2029年12月31日。为了争取年尾奖金，中央航勤的员工集体请假致使航班大乱的事件，即马上新的进度，中央航勤的公司有发声明，讲为了鼓舞员工，要加发4万块的奖金，过年嘛会增加加班费。另外，元旦期帮万分的代志，嘛甲社会大众回实的。元旦连续假期，中央航勤员工集体请假，争取加发年终，甲优化劳动条件。所目睭近近看到，长航航勤先调升加发年终，未少员工士气低，准备领完年终就要离职。中央航勤伫初7发出声明，最近甲员工座谈了后，推出奖励方案，农历春节进前会搁发奖励金每人4万。另外，针对延长加班的情况，搁提悬加班费。春节期间现有春节安保之外，增加春节员工出勤奖励。针对员工其他意见，公司会另外建议，也对元旦期间的航班延误表达失礼。我们也是跟长荣集团的这个，不管是子公司、母公司，我们都会持续的要求他们就是一定要这个不能有这个打压员工，然后还有就是还是要去体谅员工实际上的工作状况。桃市政府劳动局表示，自元旦集体请假事件了后，劳动局就甲中央航勤资方开过2摆会议，要求妥善处理劳资纠纷。即马劳检资方有回应，也会继续关注后续发展。过去协助长勤员工的中央航空企业工会表示，最近陆续接到中央航勤员工来寻求协助，怀疑中央航勤企业工会技术是资方工会会员目前只有33人，佫是主管级，毋捌替员工发声过。因为这个工会都没在运作，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那其实依法应该要让大家加入，我们也希望这个资方工会可以不要阻挡员工加入，因为这是违法的。工会转述，长勤员工对公司回应加发奖金，虽然感觉诚意，也毋过也希望会当就田着不足过劳，甲条条无都行使调休权利等老问题，会当顺利甲公司沟通。目前已经有300多名长勤员工联署，要求加入中央航勤企业工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受到热气团热浪的影响，即马甲中国迄边的污染物做伙架过来。昨暉高雄甲屏东的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灯号，这个情形会持续影响到8日。南部县市的环保局即马要求向土团的工厂，都要减放挂来降低污染。开始用车转水洗大路，土粉较袂硬飞，同时要求营建工地较接转水的。对初7中秋节了后，高雄市开始出现雾霾的情况，能见度无好。环保署空气品质指标 AQI 高雄上侪有10个检测站对普通转做柑仔色提醒，对敏感族群不利。持续已经进入小寒境外的空气污染物容易随冷气团一起的南下那也提醒市民朋友随时可以注意相关空气品质的变化那外出时可以佩戴口罩，并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今年头一波境外污染，随着冷气团南下，对初7下晡开始影响南部空气的品质。为全国上尾流的屏东县，加上本土的污染物累积，3个检测站 AQI 柑仔色提醒，空气品质不良会继续到下礼拜1。我们屏东的上风处就是高雄的这些工业区，所以看起来我们现在整体在屏东县的枋山还有潮州小琉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警初级的橘色的一个警戒。屏东加强来稽查露天常常会烧物件的所在，也有刷石厂、泉水作业者防治做法。你讲只是提早2天通知大型的工厂，做一个降载减排应变，包含兴达电厂2台小土团机组来停机，2台降载到50%以下，要中春石油这工厂停炉。大拿电厂1台小土团机组也停机。高屏地区赶紧来应变，要降低境内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这个空气品质不良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长管中闢卸任，由新校长陈文忠来接手。昨暉交接典礼，管中闢表示，伊以后都毋是公众人物啦，希望一切会当平静。期待大学的校园莫阁受到政治的介入，互法规甲制度会当落实，大学会
会当自治。台大第13任校长交接典礼，教育部证书刘秉基甲聘书送予新任校长陈文章，感高应承时，因为交接伤紧，引起现场笑声，被要求搁再来一摆。管中美校长啊，印信丢给我就想走了可见他如释重负。刘秉基拍手开讲，管中闵敢若放下重担，也毋过肯定伊管理台湾大学的成绩真好。管中闵上来上台，话也未讲就先放周华健的歌曲，其实无想要走。管中闵讲，4年前进也真慢，相信已经实践伊所讲的话，无辜负这个付托，无遗憾交予陈文章。其他政治干扰甲压迫，永远莫伫大学校园来发生。法规甲制度应真正落实大学的自治。典礼了后，媒体追问传出学界甲民间其他预选总统，管中闵是先用台语，就搁用诗词来回应。我这块卡成了，绝莲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答案已经讲了，我想这你们唯一关心，我已经卸任了，以后不再是公众人物。希望我在管理学院那边再也看不到各位，谢谢大家。管中闵强调，下任校长无过再是公众人物啦，希望鲜花中规平淡，一切回归原来。另外，新任校长陈文章已经开始做代志啊，对着最近的学术伦理的风暴，更加提出未来硕士、博士论文若是被撤销，会设立主动检核机制的方向。另外一方面，也会请各个学院来检核这些事情，定标准。我们也必须要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怎么样写论文，怎么样做研究。陈文章讲，去年10月初当选了后，就伫思考未来校务要安怎做。即阵正式上任啊，真欢喜，阁真紧张，真正爱拍拼做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结果总算是出来啊，尾也是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选调，伊是随宣誓就职，因为共和党被团结。党内20个极右派不爱投予麦卡锡，历时一届议长的选举，选4天投票到15届。经过几啊届协商，极右派总算是让步，才选出议长。麦卡锡的作风是较稳重，对中国大抗议，对台湾是较友善，而且伊阁捌讲，想要用议长的身份来访问台湾。在美国校园又阁发生枪击案，有一个6岁囡仔在学校甲老师起冤家，结果一个无欢喜尔，竟然唔知为倒位摕来枪，甲老师弹一枪，造成这个老师是受重伤。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瑞奇尼克小学找到传出枪声，开枪的是一个6岁印尼亚小学生。警方真紧前往拘留开枪的囡仔，将其他的学生安置到体育馆。派出辅导人员陪伴安打，互着急的家长一个一个接转去。My heart stopped. I was freaking out, very nervous, just wondering, was that one person my son? But he's okay. 伫教室内，互学生抢劫的女老师大约30岁，当伤送医，莫有生命危险。也毋过情况较后恢复稳定。警方无说明开枪学生安怎处置枪击，也毋过坦白讲，一摆枪击并不是意外。The only thing I can tell you is that the altercation was between a 6-year-old, the student who did have the firearm, and the teacher, and then a round was fired. And Chief, are they intentional or accidental? This was not an accidental shooting. 警长德鲁表示，当地过去毋捌发生过校园枪击，呼吁应该互少年人远离枪击。根据维吉尼亚州法律，未成年人无具备法律意义的犯罪意识，要将即摆开枪伤人的6岁囡仔定罪，一旦讲是无可能。未来可能交予少年法庭保护管束，接受相关矫正协助。维吉尼克小学大约550名为幼人园到5年学生学校表示，为了保护学生甲教职员心理建设，初告8日学校停课。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咱倒来看在地消息。拍远要30年的绿草性家病院，即马当地咧做整理，以后会正做医疗博物馆。捌伫这间病院服务的修女，伊听到这个消息是专工来遮，而且照相片分享英国故事。望当初辛苦照顾偏乡的精神，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先开较早的相片，讲一开始来到性家病院时的状况。今年已经80岁潘修理，捌伫绿草性家病院的幼稚园服务。伊讲，伊甲另外一位白修理，拢是第一批伫性家病院服务的修理。因为我白天在幼稚园嘛，那晚上就可以帮忙医院啊，帮忙医院就是去接那些产妇来到医院那边，因为生产嘛，来看诊。病人差不多有100左右，从各地来的，甚至最远就是从
台南白河乡过来看诊。嘉义县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配合天主教会嘉义教区，希望会当把这个爬远要30档的所在整理起来，成立偏乡医疗博物馆。当初伫遮服务过修理知影了后，专工落人来看，希望会当提供协助。无论是对遮要做一寡医疗博物馆，还是讲一些医疗的在宅医疗、居家医疗的部分我们公部门会当来做更较多的协助安尼。咱感觉讲这历史吼。因后尾落草这个所在，会做这个代志，我心情真正足感动。是讲咱伫做遮未来，互这个所在会个呈现出来较侪历史，互大家来知影咱这片土地的故事。大家飞机住伫遮的情况，修理讲这是匈牙利天主教神父姚友金甲修士刁金明伫1961年所开设的，内底的病院甲幼稚园替附近乡镇带来医疗资源甲教育空间。希望未来这个所在会当活化，互神父的精神继续照顾偏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德县庆南乡农会为着协助农民增加收入，为今年开始，每个月第1个拜六会串联各地区农会，推出农会主要的产品，销解咱国产绕道的菜色甲果子。柑仔树顶满满的碰柑，掰开甲食落去，甜度十足。新德县姜南乡农会对今年开始，按说每月日的第1个拜六，要来推广各地农会当地时的果菜，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包括民众对本土农业更加有信心。1月份的话是柑橘嘛，那2月份呢，我们会办释迦。3月份呢，会有莲雾。哪一个月份它适合生产什么水果？就是当季了啦，当令的啦。那我们吃当令的水果呢，对我们人体呢也比较健康。活动除了买到农会认证的优质国产农产品，消费摆当换礼品，每个月拢有传好康的。1月、2月、3月、4月，一直到12月，有系统来行销我们岛内当然是以新竹县为主的一个农特产品共同来采购，鼓励我们农民能够深耕农业。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鼓励消费者优先选择本土的农产品，而且卖当减少运送实在的路程，落实减碳目标。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今年就要到啊，国父纪念馆甲中华民国书协会合作，1月初7办写春联的活动，现场有30多个为各地来写大字的团体，要用这个春仔花，互民众新年祝福。财神爷出来跳家馆，佮发糖仔，互在场的观众真有过年的气氛。台北国父纪念馆参中华民国书协会合作，初7举办写春联的活动，唔但邀请贵宾合作写一副对联，佮有书法家亲笔画一只兔仔，希望兔仔年风调雨顺。新年的第一个动作大概就是要贴春联，那么所以我当时我们就想用写春联来推动书法。那这一招呢，果然见效啊！一港国父纪念馆两边走马龙看过去，拢是红纸甲乌白。30个来自各地头的书法团体来这摆摊写春联，嘛将喜气送予经过民众。那其实我住在国外蛮久的，我就一直想要，每次看到台湾有在那个新春徽墨，我都很想要回来。可是呢，当然因为疫情的问题，我就一阵子没有回来过了。对，所以今天刚好碰巧遇到，很开心。写书法我们手脚脑都要用得到，用得到，所以讲大家比较较年纪大，也讲大家骹手拢还阁真好。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南生秘书嘛特别讲到，新年了后，两边就是台湾灯会。国父纪念馆是中央展区，目前正在施工，1个月后就会展现上光辉的面貌。记者林书谢桂林特别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
咱来看广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